那个就是啷个，就是重庆火锅儿那个包治百病噻，整顿火锅儿，哎呀，管他爽不爽。爷爷到了呀儿。心情好，整顿火锅儿庆祝一下；心情不好，整顿火锅儿高兴一下。重庆人的那个嘴巴还是很挑的。为律师重锤啊，打球啊！推广这个澳门的美食啊，那我们不要这样就没有了。只要能做的一件，我也一直要做下去。一起做，把这里发展下去。